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又是观众欢迎收看5月2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讲到高速公路卡的交流道边，这些县市拢是发展的重点。不过，咱眼看落交流道却是一片杂乱的铁皮工场。但现在透过市地中划，已经有14公顷外的基地正积极来施工。未来可望起饭店、各个主体加运输等产业进驻。这片14公顷外，原本伫眼空交流道卡拢是铁皮工厂的废弃空地，不过现在市府地政局正在进行眼空物流甲转运专区的市地中划案。上午，市长李梦燕伫地政局长甲在地民代表陪同前往视察，了解对去年7月开工以后，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达到51%。估计今年12月地当完工，对着基地未来可望轻交通运输、百货、旅馆等产业的进驻，成为永康发展的重要指标，相当有信心。永康物流的市地重划，那跟沿航国中区段征收两个都是永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一个区块哈。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重划或区段征收，第一个可以让原来脏乱的这个雨漏的地区哈，那可以得到更新。那第二个也可以政府可以取得相关的公共设施，譬如说里面的公园，还有包括永安路可以拓宽成为40米。那另外原来的这些区块比较属于很多都是铁皮屋或是脏乱的角落将来可以变成是一个物流中心或者是甚至百货等等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很好的发展，因为这个地方交通地段非常好，就在交流道旁边所以我想经过这些重划，把公共设施做好之后，那给它这个加值之后，我想这边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会中这个议员嘛，伊甲市府沟通建言，包括中划进前地主的囤一堆煤渣，反而将影响工程进度。另外就是公园顶的功能规划甲后续的迹象，拢希望市府一步一步解决。和这个原本应该是精华地点的区域，不只是工厂，历受无限的发展。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伫台南甲广州两地做生意的企业家王庆祥，因为介意艺术收藏，联系两化侪艺术家，所以除了开始牵线进行艺文的交流，嘛发起艺术手拿计划，提倡台南会当拥有100间的私人美术馆，并且答应支持当中的10间美术馆，嘛一定陆续来开馆甲筹备。位伫小北巷内私人美术馆，原本是企业家王庆祥的旧工厂。经过了解，伊只开了45天的行动力，就改建成3楼的展览空间。对今年3月24日开幕以后，除了第3展楼分别以老中青3代艺术家来规划，包括大师级的朱德群、赵无极等等拢有。展出无同的风格，甲无同媒材，将近100件作品，互民众免费参观。嘛用庞大的奖金支持对华的少年艺术家来彼此交流，同时开放拥有潜力的艺术新人来申请展出。这个馆基本上就是对市民就是全部免费开放，所以我们会欢迎就是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边参观。那因为是这个馆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增加年轻的艺术家可以展出的平台跟空间，所以我们未来呢也会提供申请的机制，让年轻的艺术家或是美术系的学生他们闭展可以来这边申请展出。其实大新美术馆的落成，除了是企业家王庆祥用伊个人名义成立的以外，为了让艺术的种子伫台南的大街小巷开枝探叶，伊嘛发起艺术手拿计划，也是提倡台南会当拥有100间私人美术馆，并且答应所支持其中的10间，拢已经陆续开馆加筹备，希望带动企业响应。那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承诺我自己会支持10家美术馆。那到今天为止这10家美术馆的租制已经成立了，开始营运的有6家了那有4家现在在筹建之中大概应该都是在这个明年大概都会完成。
洪庆祥强调，无论是收藏画作，还是支持艺术家成立私人美术馆，虽然是尽一点一滴的心力，不过长远来看，却是流传宝贵的文化资产，让台南成为美术馆城市。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根据了解，台湾每一档有将近6万栋的旧城会被单调，不止破坏环境，嘛造成污染。所以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结合产官学，推动回收再生计划，将以行动传车来清理社区。台南是纺织的重要基地，但现在台湾每一档拢将近6栋的旧衫被单调，甚至有一半以上被当作垃圾烧掉。为了改善这款状况，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结合中研院、纺织生意企业甲民间团体，共同推动不可回收旧材新造计划，将由台南企业、和明纺织、万宏兴业等3大公司提供汇报甲专业的讲师，开着载有彩虹机器的行动专车，到配合的单位开设不再生课程。那我们希望透过怎么样可以让这些旧衣可以透过创意的设计，再赋予它新的用途跟价值。那我们今年只是一个启动，那未来我们会前进到包含台南高商、长荣女中、大学，包含成大，那包含白河的社区，包含台湾文学馆以及成大博物馆等等。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动会继续持续哈。那怎么样创造更多布的价值，从布里来回布里去？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有这么多的企业，今天有40家的企业共同来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让我们可以为台湾、为地球来尽一份企业该尽的责任。工研院在南部那边，我们会结合在地的所有的能量，群策群力，让整个产业群聚能够充分的发挥。那尤其是再生能源的部分，我们希望将会事业的一些废弃物能够让它有效的再生，达到永续的效果。这摆不再生课程第一站嘛，对基美博物馆出发，加指讲如何将无爱布做成全新的围裙、提大等等。未来嘛将继续整容社区甲学校，甲民众如何将无爱布再生。奇美博物馆真的很乐见这样子的活动，今天在这边举办哈。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是非常快时尚的年代，所以其实很多的布料，不管是在染制的过程、制造的过程，或是我们大家汰换的过程，其实都是非常的就是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所以今天看到有这样子产官学的合作，有我们工研院跟在地的企业合作，然后推动志工们大家把布再次的做利用，然后又会巡回到各个不同的像是学校区哈，就觉得这样很有意义。那我们的志工经过这样子的培训之后，他们也可以成为种子，再去帮助教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乐见。透过产官学共同合作，未来嘛将持续推动这款循环经济利用，在爱地球的同时，嘛创造产品的多元价值。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将柳营港区内2位地方地打造成普通式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如果一档发电量将达到620万度，而且设备甲规模嘛是目前全台湾的港区当中上大。透过报道做了解。为打造柳营科技工业区志宏池，成为全台工业区第一大的浮动式太阳能设施。市府对106年开始推动，在无影响志宏池原本的功能之下，以自然光发施工，使用13000片的太阳能板，在水面打造出2.1公顷的浮动式太阳能发电设施。我们也整个设置的一个理念，我们希望说，在不影响志宏池原有的一个制洪功能之下，我们前面以自然工法来做一个施工。那材料的一个部分，特别选用专业的一个古桶材料，还有使用具有抗湿、抗盐害的一个高效能模组来进行施工哈。那6颗太阳光电的一个志宏池的一个太阳光电哈，我们在4月的一个26号已经完成啊，这是全台工业区最大的一个浮动式太阳光电系统哈。
那装置的一个容量高达4490 k 瓦，那预估年发电量可以达到620万度电哦。那减碳量可以高达3280吨哈，相当于10座台南水公园的一个年减碳量。柳营科工区除了会使节能减碳甲发电以外，嘛会使为市府提供每年400万的租金收入。现在除了永康科技园区甲柳营科工区拢已经完工以外，树谷园区嘛有计伫12月份完工，成为台南推动阳光电城的重要指标。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第4日当前，虎头埤委托城大所规划，对印度进口阿波罗以后，每到一个季节，盛开黄花，风一吹就产出了黄金雨同款，相当吸引人。所以市府利用这个时阵，规划了阿波罗生态季，兼有生态文化甲产业美食，踊跃邀请民众报名参加。伫虎头埤自然的歌唱甲优美的演奏声中，市府观光旅局宣告一年一度的阿波罗生态季将于6月2号开始到10号展开。商务市长李梦燕嘛亲自来到新化虎头埤水库，见证这个产出黄金雨的季节，邀请大家除了看花以外，也有当地物产小食，加上水上活动等生态文化体验，相当丰富。这次伫咱虎头埤哈，咱这个有200多棵的这个阿波勒，这个阿波勒也是讲今年因为旱灾哈，所以很多的花都提早开，但是咱家得天独厚，咱家水还个会使过准啊，还个有3成啦哈，所以每次迄个水利署应该来遮考察，是安怎大部分的水库拢打壳壳，咱遮还有水这个有得天独厚所以咱的阿波勒较正常的时间来开花，一样在6月份，那么而且看起来开得非常的漂亮真正是那风一吹，好像在下黄金雨，所以这个咱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态季、赏花季阿波勒的赏花季、生态季，让虎头埤我们更多的市民可以来这里散步，来这里赏花。观光旅局表示，因为生态旅游的名额有限，如果报名入去的民众也是当现场报名，让艺术啦、文化体验加享受湖边的音乐会，赶快当度过一个难得假期。电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为了宣示环岛顾健康的行动，市府卫生局向市民朋友推荐一套检测 App， 会当自我来检查家己感受酒精还是药物上瘾，并且进一步将这套自我检测 QR code 放伫各医疗诊所甲药局，提供市民来运用。透过点脚的方式来呈现出有酒精或者是药物上瘾的民众，伊伫咧药局或者是医疗诊所会拄到的状况。也显示出，即马医疗机构拢有相当完善的机制，会当帮助即寡病患。卫生局甚至研发着 APP， 民众只要借由扫 QR code， 就会当自我来检查，嘛有平台来提供相关的医疗咨询。反毒专区甲心情导针啦甲戒酒专区来呈现其实这种的 QR code APP 是卫生局相关卫生局当然因家己来开发家己来设计
所以讲吼放伫咱即目前吼有170间吼伫咱的社区的药局伫咱的公所伫咱的身心科的诊所到阮37区的卫生所吼，目前吼有170间吼，我们是要拍算讲会当到吼目标会当到300间啦吼。市府卫生局也希望讲，透过政府机关以及私人的诊所或者是药局共同来合作，来达到彼此之间互相配合、反毒的工课，教导民众正确的反毒观念，也让一寡各式各项的毒品会当远离民众。单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但是中英中学的上野群伫学期尾声对外呈现侪比赛得奖的成果甲优秀的成绩，不管是伫全国上野计划比赛，或是应用外语课的英语实力等等，透过戏剧拢有精彩演出，做伙来看卖。中英中学学生活力十足的表演，搭配着简报甲顺畅的报告，互听取报告的人拢会当真清楚来了解到主题。这嘛是因参与全国商业企划比赛得到优秀成绩的专题报告。借由安尼的行销企划案规划过程，嘛引发出一寡学生侪创意甲想法。大家好，我们是长荣中学商业群的老师。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从主题的发想、实地勘察到和专业经理人进行访谈，我们集合了国际贸易科、流通管理科跟资料处理科3班的学生，各有所长的学生们，那一起参加比赛。是的，而且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多元化的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意思考，也不断的磨练学生撰写书面与口头简报的能力，才能连续5年荣获冠军。长荣中学商业群，欢迎！另外，中英中学应用外语科所安排胜事，就是2年学生精彩的全英文对话表演活动，对舞台服装设计、背景的道具制作安排，到整个戏剧演出的过程，这个学生开了侪心思，也学到真侪新的知识。在整个戏剧公演的过程中，我们结合了许多舞蹈与音乐的元素，从挑选歌曲到舞蹈的编排，我们都非常努力的练习。但是在练习中，就是难免会有一些意见不合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所以非常谢谢老师们，就是会给予我们意见与指导。最后也非常谢谢学校给我们这个演出的机会，希望这次演出会顺利的成功。我们利用这个圣经的约拿的故事的这个点子，来发展出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科幻的一个史诗大剧这是我们的特色，是这样。中英中学商业群每一个班级拢有无同款的特色甲专长，嘛展现出中英中学丰富又个多元的教学理念。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包括家庭主妇，也是长期过度使用枕头热工，拢是办机制的危险群。不过过去因为传统开刀，敢若空喙都要1-2礼拜袂当抹着水，嘛有一个患者一听着惊，所以直拖。所以市立病院表示，接受这种超微创的手术，伫手术以后完全袂影响患者的生活甲工作。办机制这款镜头，真明显就是枕头弯翘卡掉的，亲像扣扳机共款，无度踢开。特别是枕头甲手掌交界所在会真痛。医生表示，只要是工作上枕头过度使用，也是现代人耍手机用滑鼠上接无休困都有可能。扳机指这其实在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大部分人发生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工作过度回去就觉得手会疼痛，还会有卡住的情况。大部分的问题是发生在早上起床以后，手一握拳，然后就打不开来。疼痛的程度其实有分一些等级的，比较轻度的话，当然我们会考虑一些保守治疗。可是有的人因为现实生活还是必须从事一些劳动的工作，久了以后，他疼痛大概没有得到舒缓，有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要手术。当然，一旦有类似办机制的镜头，伫遮消炎，或者是复健，都无明显的改善，得当考虑这款靠着超音波定位的超微创手术，不但空喙就一个尖头大小唔免天，没有疤痕，甚至片面搁再压起来。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法叫做超微创的手术，其实我们就是用超音波去定位我们需要开刀的位置，
局部麻醉以后，我们只需要一个针孔大小的洞，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卡住的韧带都松开来。所以这在病患的恢复上可以达到非常快速的效果，而且它几乎大概2-3天就可以恢复工作能力。复发的话，因为我们这种手术是完全把卡住韧带的我们叫做环状带，那构造完全切开，所以复发的几率也不大。当然你如果一直持续从事非常劳动的工作，当然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复发率可是这就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医生表示，其实该手术伫7日病已经实施15天，有超过4000个病例，患者每度拢达到9成9，所以建议患者有一款的镜头，得要赶紧处理。他原本只有一个镜头后来拖甲变几个。台南新闻管子林根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最热天气，温度29度到32度，落雨9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5月29号中间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